運動與健康。科學文明、社會進步，令到人類生活得更加舒適，但係亦都少咗好多勞動嘅機會。所以喺都市生活嘅人就要注意有適當嘅運動嚟保持健康嘅體魄。恆常嘅運動係可以鍛煉心肺功能，促進血液循環，預防血管硬化，仲可以減低患冠心病嘅危險添。其實好多運動都係可以消耗身體嘅熱量，幫助保持一個理想嘅體重，而且間接亦都可以預防嗰啲可能因為過重而引起嘅疾病，好似糖尿病、冠心病等等。運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肌肉強壯，減少腰酸背痛，同埋增加關節嘅柔軟性，咁我哋就更加靈活啦。參加群體運動，除咗可以結交朋友、增進友誼，仲可以培養合作精神，而且一啲需要耐力嘅運動，更加係可以鍛煉意志嘅好方法。運動係鬆弛身心、保持心理健康嘅方法之一。一家人去郊外旅行或者係遠足，可以消除精神壓力，增加生活情趣。經常運動嘅人會容光煥發，充滿活力，而抵抗力亦都會好啲，咁就冇咁容易病添。不同類型嘅運動對身體有唔同嘅效能，好似器械健身喺強壯肌肉方面就好有效啦，但係對於增加關節嘅柔軟性就唔係咁大幫助。所以唔好以為練大隻啲，身體就一定會好啲。而球類運動好似足球、籃球、排球、網球、羽毛球等等，都係運動量大而有競爭性，可以消耗好多熱量。跑步、踩單車、跳繩、健美操、游水、划艇啊，呢啲運動呢，就係消耗好多嘅氧氣，對於心臟同埋肺部嘅健康都係好有益嘅。至於太極、瑜伽、柔軟體操、乒乓波、羽毛球、游水等等呢，就可以增加關節嘅靈活性同埋柔軟性。如果想鍛煉耐力，可以選擇緩步跑、踩單車、伏地挺身、游水等等啦。有啲運動對於改善身體各方面嘅效能都係比較全面嘅，好似游水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。如果要選擇適合自己嘅運動，就要考慮自己對呢種運動係咪好有興趣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好難持之以恆啦。用一步十寒嘅方式去做運動，對於身體係冇益處嘅。良好運動嘅習慣係每星期要有3次，而每次就要超過20分鐘。其實喺日常生活之中，亦都有方法去增加我哋嘅活動量，好似多啲行樓梯，少啲搭 lift，又或者係可以用踩單車嚟代替搭車。除此之外，亦都可以考慮選擇一啲比較溫和嘅運動，好似晨運或者係散步。初初做運動嘅朋友，記得唔好做得太過劇烈，尤其是係上咗年紀之後先至開始做運動嘅，就更加要量力而為，循序漸進。運動嘅時候嘅安全係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喺啲水上活動同埋一啲講求速度嘅運動，好似溜冰、踩單車等等。喺做運動之前，記得要做熱身，等身體慢慢適應活動量，咁就冇咁容易整親啲肌肉同埋筋腱啦。做完運動之後，亦都要俾身體慢慢咁適應落嚟，好似跑步之後就要行一陣先至好坐低。喺做運動嘅時候，如果覺得攰，就要停落嚟休息，因為太過勞累係會對心臟造成壓力，而且亦都會容易發生意外損傷。運動除咗消耗熱量之外，亦都會令水分流失，所以要注意補充水分，尤其是喺夏天嗰陣。如果身體有唔舒服，就唔好勉強自己去做運動啦。如果患有慢性疾病嘅話，好似心臟病、糖尿病、關節炎等等，就應該先請教醫生，睇下適合做啲咩運動。運動嘅裝備亦都係好緊要嘅。運動衫應該係可以吸汗，同埋唔好妨礙我哋嘅活動。用嚟跑跳嘅運動鞋，鞋底就要比較厚嚟吸收震盪力，以免關節受傷。而籃球鞋就要保護腳踭，避免扭傷。其實所有嘅波鞋嘅鞋底都係要耐磨，鞋頭要穩固，咁就可以減低不必要嘅運動損傷啦。使用運動器材嘅時候，亦都要注意安全，好似踩單車之前就要檢查單車嘅剎掣。如果玩水上活動，就要先學識游水啦。
進行各種運動之前，當然先要學習正確嘅姿勢同埋方法。如果唔係，就好容易整親啲跟腱，好似打網球咁。如果不得其法，就會好容易有網球肘。我哋亦都應該帶備簡單嘅急救藥物，同埋學習正確處理傷口、扭傷等等嘅急救方法，以備不時之需。當然，最好就係避免過分競爭，寓運動於娛樂，咁對我哋嘅身心都係更有益。